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看见今仔有遮好的天气，嘛看见上帝带领咱兄弟姊妹平安来到伫遮，咱即马伫12月开始，有政府更加要求，咱爱戴口罩吼，爱来量咱的体温，咱拢照安尼来做。我相信咱今仔日又要充满上帝的荣耀伫咱的中间，阿门。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咱来备办心，咱欢迎圣神伫咱中间。请咱对牧师来讲吼，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喜你，圣神我欢喜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感谢主，咱来做伙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咱为着今仔的敬拜，无论咱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咱拢相信上帝的能力伫咱的中间，阿门。咱开声，为着咱今仔的敬拜，得到上帝欢喜，咱开声来祈祷来。主，阮感谢你恩典，阮正兄弟姊妹会早起，就会当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阮的心亲像今仔日的光一般样，是充满温暖的，有你圣神的温哥伫阮中间。圣神啊，阮欢迎你，你充满阮每一个人，伫阮今仔日的会中内面，无论第一场、第二场，阮都相信主你的话语要对阮讲话，你亲自要对阮讲话。感谢你，阮今仔日敬拜，阮的吟诗而乐，拢透过天庭，互你欢喜。愿你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愿你欢喜，你的正囝儿、查某囝伫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互阮带着这款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阮已经备办好势。阮知今仔日是甲主你见面的特别的日子，特别伫这个2020年最后的一礼拜，阮带着感恩来到你面前，求你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嘛搁一摆提醒阮，互阮要进入到2021年的时阵，佮带着你的祝福甲能力，进入到丰盛的所在，有新的季节为着阮备办。主，阮感谢你恩典，将今仔日阮每一个人的身心灵拢交伫你，互阮带着健康喜乐来到你面前，唱歌调调欢喜伫你面前，互主你欢喜。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用主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来。愿天天地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咱甲隔壁的人讲，咱要来欢喜学乐咱的上帝。咱要来欢喜学乐咱的上帝。敬拜我咯，拢为我主我上帝。你是堪地敬拜甲学咯，咱拢大声唱歌，歌主耶稣的名。
归予咱的上帝。无论咱的境遇即马是好也是歹，伊来学罗咱的上帝，因为咱相信咱所经历的，拢是上帝美好的计划伫咧内面。伊的恩典一定有够咱用，好唔好？咱搁继续用这条诗歌来敬拜伊。咱永远拢袂改变。伊为年头到年尾拢保守咱的平安，拢看顾咱的平安。咱每一日拢爱来领受伊的话语，因为伊的话语是咱生活当中咱的智慧、咱的气力，也是咱的能力。信心也要引带咱在生活当中每一个脚步，好不好？咱继续用这条诗歌来学落伊。手阮你恩典无做尽，因信是死伊找救你。亲爱的天父，我好顶脚无力，真正脚无力，拢在你我生命中。主我好担手阮你恩典无做尽，因信是死伊找救你。亲爱的天父，我好顶脚无力，亲像脚无力，拢在你我生命中。
咱举起咱的手来敬拜，哈利路亚。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祷告，归荣耀予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咱爱你，因无失落去做爱主的心。主我好打手，阮离阮的宝座前，一心真心意追求你。亲爱的天父，我好顶脚无你，亲亲脚无你同在伫我生命中。为一我需要你，你为有情感的。为时刻，我需要你，心情啊好感你。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祷告，归荣耀予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咱爱你，因无失落去做爱主的心。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祷告，归荣耀予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咱爱你，因无失落去做爱。我咱搁一摆，用咱的祈祷献到咱的上帝。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祷告，归荣耀予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咱爱你，因无失落去做爱主的心。我为咱爱你，因无失落去做爱主的心。我相信伫这个信仰的道路顶面，咱是愈来愈爱咱的主，因为咱愈会当经历咱的主的同在，伊听咱永远无改变。所以今日早起，咱既然来到主的面前，咱要甲主讲：主啊，我多谢你，互我伫今仔日佫会当敬拜服侍你。我嘛要感谢你，互我会当佫一摆求讨伫你面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祈祷上美妙的时阵，将咱心内面的期待、咱的渴慕、咱的烦恼，拢会当放下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伫咱的上帝的面前。好无？这个时阵，咱为着咱本身来祈祷，咱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的能力盘过咱所有的，所以咱伫伊面前所求的，伊一定会当做。而且伊听咱必然要成就咱所求的，好无？咱开声来祈祷，来预备来，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今仔日会当这敬拜服侍你，主，我要将阮心内面所想所期待所望的，也是阮所看到的，咱阮拢要交托伫你的面前，拢要摆咧伫全能的上帝的面前。主啊，你是全能的，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你听阮，所以你要照着阮所求的来成就。求你将你奇妙的作为显明伫阮中间，也互阮透彻看见你的奥妙，也互阮放下阮
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已经将阮心内面所期待的，也是阮一切的重担跨路，拢放下伫你面前。主，这个就是阮所毋茫所求的，你拢一一详细知影，所以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搁较十足的信心来相信，上帝你要成你所应允的伫阮的生活的中间。主，阮身躯若有软弱病痛的，上帝你要行关灵伫因的心上，你要按照你美妙的旨意，伫这个痛痛内面，互阮搁较知影要怎样低调你。互阮无放弃家己，嘛无因为环境受打败，阮会当勇敢徛伫在，因为你就是阮唯一所倚靠的救主。主，阮嘛为着阮的亲人有跨路的，主，阮恳求你将这个跨路嘛要交代伫你的手中，你按照阮所毋茫所求的，主啊，你成全阮的亲人，无论伫伊的健康、伫信仰、伫关系、伫工作、伫一切的顶面。主啊，你是丰富的主，愿你听阮的祈祷，按照阮所求的，伫阮亲人的身上来行奇妙的事。主，阮嘛要将阮的这个阮伫信仰的顶面不足的，阮要来交托伫你。主啊，阮有时会软弱，有时会真正会摇去。上帝啊，求你帮助。互阮知，这个拢是对撒旦魔鬼对阮的攻击。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斩断这个不属于上帝的、不属于上帝意念的。互阮会当专心倚靠你，跟对你的脚步，伫生活内面，阮成做一个得胜到有存的人。感谢你，这就是你为着阮备办的。愿你扶持阮，听阮的祈祷，互阮更加深信阮所祈求的。你拢爱伊空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的隔壁两个讲哦吼，你甲讲，上帝听你的祈祷，来，上帝听上帝你听你的祈祷，阿门。上帝听你的祈祷，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9到21节。咱做伙来共读，请着家己即自财宝伫地里，有虫甲仙拍歹，也有贼夜空偷摕所在。财宝独独为着家己即自财宝伫天里，虫甲仙无拍歹，也无贼夜空偷摕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伫遐。咱圣经共读到遮，愿上帝的话语
会使正说咱生活当中当时的帮衬。即是咱要邀请周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你的口座内面有偌济？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2、3礼拜无讲道吼，所以煞袂记你讲爱传遐鸡丝头啊吼，哈哈哈啊！所以咱的习惯就是安尼。所以圣经甲咱讲咱毋要停止聚会，对无？因为若停止的习惯，所以做牧师的袂当停止讲道，因为若无讲道嘛会习惯吼。哇，这电脑这物件吼，拢爱先准备好势。今仔日8点咱的这乐团就来训练因为昨下晡咱这有最后一届咱的这养亲牧区因的圣诞节的活动吼，所以咱有真侪这成员拢伫养亲内面，所以因对昨下早起到昨下晡因有差不多半工较加的一个活动，所以咱的乐团就调整到伫下早来训练吼。感谢主，咱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真健康的教会。特别上帝允许咱，互咱伫兄弟姊妹同心合意的中间，咱建造一款充满荣耀、充满乐乐、充满尊严的教会。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但愿上帝帮咱，嘛，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敬拜内面，咱会当更较济。去经历伊的同在吼，好，我电脑 OK 啊吗 ？OK， 这电脑唔对，这唔是伫遮，是爱伫遮，你看。OK， 你看，一个发射器、接收器插唔到位去吼，就袂通安尼，吼。咱的信仰嘛安尼对无吼？嘿，咱若拜唔到神明吼，哇，这代志就大条感谢主啊！好，来，请咱兄弟姊妹起立，咱做伙来宣告上帝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稳上加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一个问题：讲你的存款有偌济安尼吼？哇，到伫年底所以大家拢会来盘算来数算咱过去这一年的生活的种种。若是伫公司内面，伊嘛爱盘算对无吼？最后这盘点吼，这会这资金的来源等等，拢安怎会当来做一个结算，总结算看今年咱的收益如何？这是伫公司内面。其实伫咱家庭内面，咱嘛需要；伫咱教会内面嘛有对无？咱透过各部以及咱的所有牧区伫今年度所有的事工的报告，以及这个绩效财务的部分，咱拢会当清清楚楚有所交代，这是理所当然的。伫教会的建造内面，咱嘛运用上帝互咱这款管理的智慧来做成。上帝爱咱做的一个好管家，所以咱嘛会当来思考，咱伫今仔日是2020年的最后一礼拜，对无？吼，后礼拜见面的时阵，咱就会当讲明年见面，对无？后厝尾礼拜，咱就讲明年见咯，明年较见面啦吼。等下尾礼拜三的时阵，你就甲兄弟姊妹讲，明年较见下，像爱足久安尼吼。因为今仔日是最后一礼拜，佮经过几工，
咱即个2020年就真做历史哦，就真做历史。那安尼，咱嘛会当来思考伫过去这一年，咱所经历的，我相信对咱有所提醒，嘛要帮助咱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更较深知上帝美妙的安排是啥物。咱知影伫今年内面上界大的事就是啥物？就是疫情嘛，即个咱称伊做武汉肺炎虽然中国一直呼言讲袂当甲阮用做武汉无论安怎，咱知影即个肺炎影响咱整个全球的人类的生活。我相信即款对咱来讲，这是有史以来，咱有生以来第一届遐尼严重、遐尼大的代志咱过去的 SARS 嘛无甲遐严重呢，毋过即届咱看即届的疫情对全球来讲有真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伫今年，人就有讲，咱台湾年度的代表的一字是啥物啦？恁是认为对一字？我遮有写3字这3字其实是2018年叫做变过啦，翻了啦2019年叫做乱台湾作乱的安尼感觉作乱的安尼2020年即马台湾即个年度的代表语叫做疫啦，疫情的疫有影伫即个疫的内面互咱的即个人际关系啦，互咱的生活的步调甲习惯，拢做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咱就感觉讲过去戴口罩咱是讲就伫那个防止即个空气污染对无？即马毋是咧防止空气污染尔呢，即马咧防止遐病毒过去是破病人较爱戴口罩所以你若无戴口罩，就是你健康的人；你有戴口罩，就表示你破病。所以伫欧美的国家，因真无法度接受即个口罩，就是安尼。我着好人，要叫我做歹人，毋是做破病人这是无法度。伫即个疫情的顶面，咱看见伫整个的即个经济啦、政治啦、局势有真大的一个改变。有人讲即条路有法度阁行倒转来无？足歹讲足歹讲。总是改变即件代志，确是一个事实。无论安怎，咱相信即届疫情一定有办法来甲伊解决。总是咱真做基督徒的，咱会思考的，就是讲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阵，毋是讲经过就 OK。佫较重要就是伫咧经过的过程甲结果，咱会当学习到啥物无？这就真做一个咱会当伫生命内面佫提升的一个真关键的所在。有的人随遇而安安尼就安尼哪要紧后边安怎就安怎总是。真做咱属耶稣基督的，咱是有属天的智慧的。我相信上帝伫每一个为着咱备办的，无论咱看是好是歹，一定有伊的意义的存在。那安尼，迄个意义咱若了解，咱若愿意佫找到迄个对咱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我相信这就是咱会当比别人佫较会当活伫迄个喜乐平安。祝福的内面上界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今年疫情确实是安尼对我昨暗佫甲看迄个即马到底确诊的比例偌济全球即马是7990多万人死亡的175万人呢死亡的175万人我伫拜四的时阵查的数字。就是我周报讲道片内面的数字毋过已经佫提升死亡差不多佫提升3万人敢若短即2天为着即个疫情，因为即个疫情所带来所以这对咱来讲，2020年，那安尼咱嘛会当思考，对你的生命的意义是啥物？伊有啥物？伫即个过去这一年，佫剩几工？就要来结束这一年，要进入一新的一年度的时阵，咱要讲，这个年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
伫咱会当思考。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2002，你会当用什么对一个事来代表啦？你会当用什么事来代表？用一个事就好，用作乱的，嘛是一个事对无？真平安，感谢，赢，得胜，有无？还是讲哇，真惨，这嘛是一个事。若是你来讲，你感觉伫你的生活啊、家庭，还是所有这一切，你要用对一句话来代表你2020年你的感触呢？咱想看卖好无？你甲隔壁问一下，看伊互你什么答案好无？来试看卖咧，大家拢爱思考一下嘛，对无？毋是干那听无书讲倒尔，大家思考一下。今年你要用对一个词用词来表达你对今年的一个感触。想到未？甲隔壁问一下好无？问了啊？隔壁有甲你回答的，举手一下。恁怎无要听无？还是要插我？好来 ，OK， 来，方案长老，你的答案是啥？感恩，阿门。哇，感恩！来，佫有啥物要来讲无？万福长老，阿门。对，感谢主上帝保守咱所以听你嘛听我。佫有无？我来看伫上帝祝福满满，阿门。哇，我看伫高级厅的高级厅有人要讲无？平安 ，OK， 好，咱的少年执事伊讲平安对，感谢主。咱看，咱伫信仰内面，伫即个疫情的内面，伫即个真动乱的时阵，伫咱基督徒，咱犹原是用一个真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就是咱基督徒应该活出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一个安那典范，对无？阿门。感谢主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耶稣在教示基督徒爱有啥物款的金钱观呐？伊伫进前的圣经在内面，伊是伫讲人甲人的关系，甲人甲上帝的关系怎样？然后伫这段经文短短的几节，耶稣伫教示用这个比喻伫教示咱，讲咱对金钱的观念是安那？意思讲，咱基督徒是毋是犹原爱真注重爱来做好咱的金钱的管理？这是耶稣所讲的所以伫即搭遮，有的人认为讲无啦，耶稣在讲的就是讲咱无讲俗世的事啦，咱永远就爱讲属天的事啦。所以讲到钱就厌气，对无基督徒要咱讲钱啦敢是安尼？若讲钱就无属灵所以因摆有真济的观念讲恁对牧师有无想好，对无这牧师是传教者、传道人，袂当想好，因为伊生活若想好安尼伊会袂记得上帝哇！所以就爱互伊较苦咧互伊较济重担咧，互伊较济工作的安尼这是话因摆一寡的观念是安尼。毋过咱敢是安尼？若是对上帝来祝福，敢是安尼吗？这是咱会当思考的。人会当时讲讲到钱就无属灵，敢是安尼吗？耶稣敢是真正在讲咱毋好为着钱安尼来安怎吗？无咱若注意看耶稣是安尼讲，毋好积住你的财宝伫地里，甲着爱积住你的财宝伫天里。伊所讲的财宝，拢是伫讲地面上的财宝伊伫讲的财宝，毋是讲属灵的迄个财宝，就是爱祈祷啦、读圣经啦、爱禁食祈祷、爱聚会，毋是耶稣伫讲的即个财宝，拢是伫指即个地面上的财宝。所以耶稣有看到即个地面上的需要无？当然是有
所以伊会去找遐敲找遐送香的、遐病痛的，就是要帮助因伫地面上，会当过着一个健康喜乐的生活嘛，对无？耶稣毋是甲伊讲好啊，不要紧，你破病安尼就慢慢互死好，反正都会上天堂。无啊，耶稣看见因病痛是安那，怜悯因，医治因，对吧？互因有一个伫生活内面去经历，伊是真个活的上帝所以咱爱真清楚，耶稣讲学了迄个有才调的，就是迄个主人管互伊管5000、3000的，对无？因安那尽忠伫即个财米的顶面，尽忠伫主人所托付的，所以因5000趁5000，2000趁2000，对无？那主就安那讲好，佮尽忠的奴仆，你伫小的事尽忠，我要交付你大的，通进入伫主人的快乐。兄弟姊妹，耶稣拢在论即个财宝，拢在论地上的尽忠若是安尼，咱就知影，无论咱的财条，上帝予咱的文书甲金钱，拢是对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咱理所当然，就爱做一个好的管家，这是基督徒你我所需要的所以咱会当对工作、对理财，咱会当荣耀上帝无？会使基督徒的工作观是啥物？讲凡事拢是为着主来做。所以你上班毋是为着这几万块来咧拍拼，毋是啦。你上班是因为安那？因为这个工作，我伫遮尽忠的时阵，会当彰显上帝的荣耀甲喜乐，伫我的生活内面，我就会当做一个好的干净，甲人同事的中间，因就看见你是一个基督的门徒。这就是咱工作真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当然，咱工作付出时间，得到金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也透过安尼，咱会当知影，伫工作、伫理财内面，咱拢爱荣耀上帝。所以，咱就爱做上帝好的管家咱对上帝赏赐咱所有的财米，包括金钱、厝体，在所有的不动产，所有一切遮的。咱就爱做一个好好理财的人。耶稣讲，茫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伊讲为着家己的意思，这真重要迄个是毋是会当？这个财富，你的财富是毋是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无？迄个关键就在伫哪里？就是讲上帝予你的财富，你毋是家己干那好好享受。我有偌济，我得得偌济，算偌济，毋是。你就爱知，这是你是上帝的管家，你要安怎来管理你这这金钱所有互你的上帝互你的物质，这是真做一个有智慧、互上帝欢喜的好管家，咱所爱思考。所以钱财毋是罪恶的源头啦，毋是啦，钱是中性的，对无？有人用钱去帮助别人。有人用钱去做歹代志，总是迄个钱是中性的人贪爱，贪这个确实安那，确实罪的源头。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保罗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惑离开真道，用真多的苦楚甲家己刺透了。所以保罗真清楚，互咱知影，钱财毋是罪，趁钱、理财、家财、万贯，这拢毋是罪。较重要的是迄个贪欲，贪欲较是罪的源头。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将来无人来找牧师讲，牧师啊，你替我祈祷，因为我趁钱趁了伤过济，银行内面伤济。所以求你替我甲上帝祈祷，互我毋免遐济因为我钱伤济会袂记你上帝。敢有人安尼在找我，找牧师过？你想有无？绝对无对无绝对是无对无敢若有来讲，牧师你替我祈祷，我的厝里的经济需要改善互我的工作会当顺利，互我的健康会当做工。有。
即款的祈祷是有啦吼。将来无人有来找牧师讲，牧师啊，我钱伤济呢，要安怎？你若甲我讲咧，我就足简单的呀吼，甘心乐意奉献，你就知影即条道路对无吼？这是真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吼。啊，袂讲啊，因为钱伤济，会去袂记你上帝啦。毋是钱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这较是重要。吼，所以上帝好管家，就是爱好好来理财，因为这拢是对上帝赏赐互你的。上帝不管互你多还是少，总是你做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上帝甲你讲，你伫少的钱中，就要交代你多的，通进入伫主人的快乐内面。这是耶稣基督所甲咱讲应允的。那安尼，咱就会当来了解哦。吼，你的投资的情形是安怎？咱会当来思考吼。要安怎会当伫钱财顶面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就是耶稣所讲的哦，讲积聚钱财伫地里，还是积聚钱财伫天里？这真做一个投资的一个秘诀啦。吼，真做一个投资的秘诀咯。所以投资伫地里，还是投资伫天里，迄个结果当然是你所无共款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耶稣就安尼讲，伫地上有虫，还佫会生鲜对无？有虫的意思就是啥物？就是讲可能你的投资会失利去啦，吼啊，比如讲会可能比如讲你若是买美金的好啊，吼哇，你就知影讲今年安尼美金一直落对无吼？哇，安尼你就感觉讲你失了真济哦，迄个数字失了真，会安那生鲜去，就是安那，就是讲会贬值去嘛，吼会互出来恶去，就是讲你安那，你的钱真容易流失去，流落伫别人的裤底下去哦，吼，这就是咧讲，伫即个地面上的情形是安尼。总是耶稣甲咱讲，伫天里却毋是安尼哦。吼，所以咱除了，就爱用现金的钱财来过咱的生活，咱嘛爱用现金的钱财投资伫迄个永远的银行内面。这是耶稣伫甲咱讲的一个真重要、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但伫年底，咱感谢主，上帝互咱过去咱的教会是富足的，为什么？是丰富的，是因为咱兄弟姊妹甘心乐意伫上帝的国度内面，为着上帝的国库，咱愿意安尼甘心，无论偌济钱济少，拢不在伫是咱的心，是毋是有看重即个奉献啊无？所以牧师常常在鼓励咱，每一届伫礼拜的中间，迄个会当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你对上帝的听，就是奉献的时阵，对无？吼，耶稣甲咱讲，你的钱银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哦。你若为着教会来奉献，耶稣知你的心是放伫教会的，你在意上帝所建立的教会，你疼惜教会会当透过，因为你的奉献会当伫福音的顶面，你成做一个有投资的人，吼，有参与的人。通伫即个福音的讲团建立教会中间，你甲上帝同工，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嘛因为安尼，兄弟姊妹会甘心乐意，咱感谢主，上帝互咱伫咱所需要的顶面，有完美大大祝福伫咱的顶面。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你存伫上帝国的银行，你的口罩有偌济，这嘛会当来思考一下哦。吼，会当来思考一下。吼，每一年咱到伫年初的时阵，咱就会来举行好会，吼，定期的会员好会。咱教会的这财务真用心，每一礼拜拢忠心来做这个上帝的工，甲咱的钱银拢算了真好势哦。吼，嘛足把关的哦。吼，咱这开支。咱这同工拢真用心哦，吼这个我感觉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比如讲，有当时牧师去买一个物件教会的吼，袂记你拍铜边对无吼？毋知影就是讲这教会需要的物件，就买一个，就
交互咱的财富。我迄会退倒转来呢？我无拍动片，这条是上出，我家己出啦吼，我心甘情愿。为什么？着我家己袂记一个啊，对无吼？加油袂记拍动片，袂要紧啊，因为我相信咱的财务遮忠心，伫即个圣工的顶面，上帝就搁较拿大来祝福咱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投资就会当伫好会定期好会中间，咱就会当看见哦，因为咱拢有真公开，互来征信，因为这是咱政府需要看的资料，所以互咱足清楚，咱一年度咱的奉献，咱的奉献的分配是偌济，咱拢看会出来，月定奉献、感恩奉献，为着其他的奉献，为着对外的奉献等等，咱教会拢足清楚。互咱清清楚楚，咱也感觉有一寡质疑，咱无放伫心内，咱就爱来求证。我相信咱的财务真乐意，互咱知影咱所奉献的钱的正确的效益是甚物。兄弟姊妹，因为这是上耶稣教示咱的钱银，咱就爱积住，用地上的钱银来积住伫天里。这是咱的生命内面看做足要紧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求上帝帮咱，伫今年咱有缘会安尼来盘算咱个人家庭的收支，咱嘛会看咱的银行簿啊，搁剩偌济对无？口罩以外，搁会当讲银行簿啊啦，对无？银行簿啊，搁有偌济？这个毋是在定义咱生命的价值哦，只是在甲咱讲。咱对上帝交代咱的钱银财产有好好做管理无？有好好来做分配无？互咱伫这娱乐生活的需要等等奉献的顶面，咱有做真清楚，会当知影你家己是一个好的管家无？这就是透过年底，也是讲明年初，咱办理的好会、定期的好会，咱拢会当来思考。总是我讲，这毋是银行簿仔内面的数字，毋是你人生的所有哦。你人生的价值，毋是用你的银行簿仔的数字来定义伊，绝对毋是，绝对毋是。是用啥物？是包括你的生活的银行簿仔，你的生命的银行簿仔。你伫生活内面有迄个真正享受着真正的喜乐无？有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去体会，你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无？咱一条诗歌叫做“对主的人安那有幸福”，对无？对主的人有幸福，哇！这条歌因摆唱起来无啥物感动哦。毋过后来甲幸福小组在做的时阵，我感觉这条歌是足水的幸福小组的歌呢哇！古早咱就在唱“对主的人有幸福”，哇！是。咱就爱看咱的生活，虽然可能咱会当使用的金钱无偌济，毋过你有对这个信仰，互你有满腹的满足无？有的人搁较济钱嘛无法度满足，总是有的人珍惜的着这点点啊，伊感觉伊有这点点啊，就存着感恩的心。伊感觉有这点点啊，伊会当平安来度日子，这拢是因为上帝的疼的带领。兄弟姊妹，不但是安尼呢。咱对咱的灵魂，咱嘛有所交代。伫咱的生命的银行簿仔内面，咱有偌济？咱对迄个永活，是毋是有所把握？咱对于咱信靠耶稣基督，伊互咱的救恩，是毋是有所相信？迄个相信的程度到哪落？迄个会当帮助咱伫生活内面，无论什么款的境遇，大风大影，咱拢毋惊。因为咱拢知影，耶稣伫我的尊顶内面，阿门。这就是咱的信仰内面所会当带出来迄个人生真正的重要的含义、甲意义、甲快乐的一个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面，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工作的范畴，有一寡咱第一段的真济拢已经是安那退休的生活，对无？总是无论咱即摆生活，现在生活的条件，
银行铺盖数字，逐个月会当领的无共款，就是咱求上帝帮助，互咱的灵是满足的，阿门，是满意的。咱迄个灵的满意的帮助咱，伫生活内面活得真轻快，活得真丰富，活得真平安。吼，毋免为着钱操烦，求上帝帮助。就亲像我诶老母所求的，主啊，你毋好互我伤济，至到行我袂去即里，总是你嘛毋好互我做乞食，互我对即个信仰无见证。感谢主，阮士大人伊所求的，上帝就照安尼来祝福伫伊的顶面。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上帝让互咱的无共款，总是拢要平平，互咱得到的，就是对伊的救恩所互咱的，伫生活有真实踏实的生活。伫光明中，咱会当对得起人，对得起上帝，对得起家己。这就真做咱会当好困、好食、好生活的一个真重要的内涵。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生存这的条件、生活的条件、性命的条件内面，这三项你看重做一项，你的比率是安怎？你所有的会当领受的是偌济？这伫今年年尾的时阵，牧师甲咱做伙互相来思考睇法。我相信上帝会帮助咱。咱若伫将金钱投资伫上帝国的基金内面，一定安那是利多的啦。阿门，一定是利多的哦。所以咱感谢主，伫今仔日，咱第二堂的时阵，咱有新的长老要按立，然后有咱的新的执事要上任，有这个新的区长、小组长要就任。咱要求上帝帮助咱，帮助因，嘛，互因有对上帝所予因的属天的智慧，有圣神的恩膏，互因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做咱兄弟姊妹的一个典范。带领咱教会，搁往一个新的里程碑来行。咱嘛要求上帝帮助因，互因做一个好的管家，互因伫金钱的奉献内面，伫忠心服侍、热情的敬拜、谦卑的学习中间，拢会当做正人的一个模样。阿门。有一寡教会对中级这同工有所要求，因所看是啥？看你有11奉献无咧？有一寡教会因是安尼的要求哦。虽然咱长老教会无安尼的要求，总是咱知影，这是咱服侍的一个态度。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有迄份的感动，按照上帝互咱的，好好来管理，来做分配。我相信，当咱愈会当将上帝互咱的经文正做荣耀伊的时阵，我相信上帝就要较那加添祝福伫你甲你的家业内面。阿门。这是咱必然会当经历的。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有一款的信心。圣经甲咱讲，咱会当凡事兴旺，身体健康，亲像咱的灵魂兴旺一般样。这是你我拢意爱的，对无？那么求上帝，毋过有迄个特殊会当互咱真清楚哦。亲像你的灵魂兴旺一般样，亲像你的灵魂丰盛，那安尼，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凡事会当兴旺，就在伫你的灵魂兴旺到怎样，对无？这是圣经教示咱，所以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你。阿门。这是咱的耶稣所应允互咱的，所以伫上帝帮助咱，互咱更较深信，愿你今生得到百倍，来世得到永生，这嘛是耶稣所应允的。阿门。咱甲隔壁甲伊祝福好无？讲愿你今生得到百倍，来世得到永生。来。是哦，所以基督徒毋是干那望迄个永生尔呢，对无？耶稣嘛甲咱讲，圣经嘛真清楚，互咱知影，互咱今世会当得到百倍哦。这为什么耶稣会讲安尼？
讲你若愿意为着福音放下你所有的，若愿意为着福音放下你所有的，甚至你的某、你的丈夫、你的厝里的人，抵得你，无爱你领受这个福音。你若愿意为着因背起十字架来跟对耶稣，为着因背起十字架，将这个福音传予因。耶稣讲：你今世要得到百倍，来世要得到永生。阿门。所以这是耶稣所应允予咱，愿上帝予咱有这款的看见。所以这时阵，牧师要邀请咱起立吼，咱大家请起立。咱伫这个年尾的最后一礼拜吼，咱要来学习做一件代志哦，就是讲吼，咱要3个人还是4个人做一组哦，3个还是4个人哦，查甫的找查甫的，查某的找查某的哦，3个到4个人，即摆开始来找好无？你3个4个人，然后一组，恁就讲阮就一组安尼，哦，3个还是4个拢会使，OK。3个人还是4个人哦？若无人的来再找牧师。OK， 清楚长老，你无要找，你要来找我是无？会使。哦，你3个要来找我？我是讲若孤单一人的啦。OK， 不要紧，你会当，你当听。OK， 好。这时阵要创啥呢？这时阵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官兵哦，咱一个人祈祷。你若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就是为着这2个祈祷安尼，甲轮流。你祈祷了，莫足长的哦，短短就好。你祈祷了，换着第2个，第2个为着这2个祈祷了，第3个为着这2个祈祷。咱试看卖好无？我相信上帝帮助咱哦。好，来，咱开始，咱伫这个年尾的时阵，咱互相来祝福祈祷，就是祝福哦，就是祝福的祈祷哦。阿门。好，来开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你互相祈祷哦，互相祈祷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若祈祷了，咱就会当坐落来会当坐落来。咱祈祷了就会当坐落来，牧师就知影恁祈祷了。哈利
祈祷了，咱会当坐落来。祈祷了会当坐落来，会当坐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厝边隔壁兄弟姊妹为着你祈祷的，你有愿意接受无？阿门。你相信无？阿门。对，真好哦，咱在彼此的一个祝福。因为咱每一个拢是有圣神的印记的，耶稣应允咱，互咱有基督的权柄的哦。所以咱会当彼此安尼三个、四个人做伙基督，这是大有亏咱的，对无？耶稣讲哦，恁两三人奉我的名基督，我就要成就哦。因为恁伫遐基督，我就伫遐。阿门。所以当咱呼求耶稣的名的时阵，伊就同在，伊就听咱的祈祷。伊嘛要应允咱的祈祷，我相信这是咱基督徒足水的一件代志吼。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来经历这个基督的快乐。好，来，咱来做伙来读这个金句来。好啊，好搁尽忠的萝卜，你伫小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咱过来读一解来。好啊，好搁尽忠的萝卜，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愿上帝祝福咱，伫伊的内面，咱尽忠做好的管家，咱彼此扶持关怀基督。我相信上帝会大大来甲咱同在，祝福互咱。煞接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回复。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是上帝互咱的应讲的歌对无？阿门。一尊一心，应也管理稳定，就像稳定遍满万民，应也保卫上伊行里，专心敬拜阿罗，天开甲主给嘞，谦卑顺服你的话是，让你天经代代保持。应允伫咱的顶面，成就伫咱中间，阿门。咱个对头来，哈利路亚。耶稣一尊一心，应要管理稳定，就像稳定遍满万民，应也保卫小伊行里，专心敬拜阿罗，天开甲主给。顺服你的话是，
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诗歌充满喜乐来学乐你，因为阮的教会是属于你的，你是教会的头，是阮的主。阮相信你，既然是阮的头，是阮的主，你就为着阮请持一切，为着阮备办一切，为着阮准备，你为着迄个丰盛的恩典，通教阮用的一切。所以感谢你，阮今仔敬拜你，阮要进入到2021年，求你帮助这几日的中间，阮各算各少过去2020年，你的恩典到嘅的时，阮就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你，互阮甲你更较那亲密，更较那体会上帝你的心意，也更较明白，阮袂当无有你。感谢你，听我的祈祷，继续引导阮的道路，继续将迄个福气加倍，更加加倍，赐福伫听你的行义。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就姊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将正起哩。会众请坐，这是咱要事工分享。姊妹平安，请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工的进行。咱感谢主，咱教会所推设的这个培育的学校，咱一届一届安尼在进行吼。每一年的3月到9月，拢是维持3个月，10届3个月左右的一个进行吼。虽然对于牧师来讲，嘛是一个加一个更较重的工作，总是嘛感谢主，看到咱兄弟姊妹信仰的进步，这是一个真值得欢喜的代志吼。好，所以今仔日咱伫即个第2堂的时阵会进行这个小
小组长以上才会就任性吼。好，咱前礼拜咱有缘有看见，伫礼拜日的中间礼拜煞了咱的圣诞的小组报道有永伟、志豪、文文甲走德的小组吼因有无共款的活动伫遮咧进行伫前礼拜日的播嘛看见有真侪的参与伫即个中间咱感谢主，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即个圣诞的庆典，咱有做遮个调整有真侪拢会当去到伫户外来进行吼邀请新朋友来这拢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昨昏有缘是咱的央亲吼甲有即个小组的报道圣诞小组的报道玉兰嘛是吼因是伫教会即搭遮来进行，所以感谢主遮个阁有即个慧珍豆豆因有缘拢伫即个过去即个礼拜的中间来进行的吼好1月23到24高雄福气教会因有团队要来交流，甲咱教练即个幸福小组遮会过去因所努力的吼因遮拢足有经验的遮个副长以上的吼甚至有的是团导有的是区牧区长，所以真欢喜因会当来所以咱有需要报名吼请咱的中级铁三角幸福小组的同工阁是迄个培育学校毕业的吼拢爱来报名吼，毋望咱会当较侪人来参加做伙有共同的意念、共同的遮个技巧伫将来咱阁开幸福小组的时阵，大家会阁较得心应手吼，阁较哪顺手阁较有秘诀来做遮个传福音的工作吼。好即礼拜咱的基督殿咱有来特别来邀请国宾小组的组员会当伫周间的时阵倒转来做教会国家家庭即个守望的一个祈祷所以毋望咱国宾的小组或者组员来在意即件代志吼。好，咱1月初3，咱要修正第7期的培育的学校结业的因会穿即个服饰袍吼，即个大学袍、服饰袍吼这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期待吼真欢喜因会当来结业吼。好今仔日关怀部的同工甲迎宾大队的一个会议甲训练望咱若参与伫即个服侍的咱会当来留落来吼。好，今仔日嘛是咱财务部即个年度的结销日请咱若有即个感动伫今年要奉献未照即个心愿来做的咱把握伫今仔日的奉献来甲完成若是咱的即国机构需要即个即个核销的拢会当拢需要伫今仔日来完成吼咱若是有固定奉献，咱就会当伫交易厅的迄个奉献袋迄个壁就会当有来申请你的奉献柜吼就是你的即个月定啦，还是感恩啦，即个奉献袋就会固定放伫迄搭遐，互你咱若未有固定奉献无迄个柜的还是无迄个柜你感觉伫新的年度你要照时阵来安尼来奉献的，你会当来申请甲咱的长老甲咱的财务部来讲好。好，1月初10，咱要举行即个主日服侍人员的训练请遮参与伫主日服侍人员，请咱注意吼伫12月31，请咱各部各区会当交回咱事工的报告甲财务的决算表。好，今仔日咱的预许牧区甲豆豆小组因要报道的筹备会请咱遮同工来注意吼。好，咱继续为着即几位兄弟来祈祷吼洪成改、洪文正李陈玉蕊陈国良吼，咱继续为着即几位兄弟姊妹因身躯的需要，伫祈祷中间来互相关来纪念。好咱所听的卢晴一弟兄吼，肯一兄伊前礼拜
前礼拜佫有来参加礼拜吼，是吼，佫有参加圣诞节啊嘛，伫咱的上联牧区嘛，伫遐咧学手语吼，啊，总是上帝真紧就呼召伊转去吼，所以伊即马决定伫1月初9下晡1:30，要伫第2殡仪馆的3楼吼，志美2厅来举行个别礼拜吼，所以咱时间若会使咱会当来伫即个时间来参加，请咱有缘会记得爱戴口罩去哦，吼，爱戴口罩去吼，好，咱的明皇长老有摕这个是。OK， 好，好，这个是咱30周年庆的时阵做的这个马克杯啦吼，佫有咱的这个主日学的马克杯吼，因为即马若安尼算起来吼，这组偌久啊？即马是18年前的代志啊吼，18年有历史啊吼，所以洪长老找出来了，讲若有介意的吼。你得自由奉献，安尼是无？会使拍卖都可以。伊讲要拍卖啦，吼，袂要紧，伫后壁遐有，嘛无足济啦，吼，无，OK， 安尼吼，安尼后礼拜我买单摕出来拍卖，吼，若有感觉讲，有做纪念性的，你厝里无的吼，较慢来到永光迄度无嘛，吼，咱就会当来甲迄个洪长老来甲伊问啦，吼，对，这个是有纪念的物件，摕倒去厝嘛是一个认同吼，感谢主吼，好，这临时甲我讲的吼，临时刻起来吼，伊刻一张单我嘛看无，到底是要创啥？规矩伊家己来说明吼 ，OK， 好，安尼吼，好，安尼咱就这时阵咱起立来吟这诗歌，比出来祝福。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相信咱就满你，我万国的烈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喜乐充满你。但愿上帝丰盛的恩典，透过人所想袂到的，盘过人的意念，显明伫你甲你的家庭的中间。也愿上帝赏赐你健康、喜乐的灵伫你的内面充满，通互你真做水的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我。
日姊妹平安。